当前呢，这是他们上边，你从哪里说的么地方收银的？俺的宿舍的可能那么人不去，电视建设工作人员需要。可能那么人不去，电视建设，俺拍了一段呢，用心领人不去的，两岸过年的山药的，是没些着许多。这呢，家下来呢，俺领人不去的，可能那么是工作呢，俺送去兄弟都就收银是得要啥多少的。那可能那么去，你们这都是节气，大家是根本就是难吃。俺军属的，呢，四个月是根本穷，但军属那边，两个人给贴了那个月送的，是那个地俺去一超市，俺去过可能我们是工作呢，俺军属的写东西的人，我那真那个生了也碰到小穷说，哦呀。这个军属的写东西呢，俺的军属的别着，能够大把俺家子讲了啥些个，给推了呀，军属嘛老个月，生了是不是偏个多？而且俺那做忙起来，还有那叫光面光皮药的，这个他只不如是光起来，的那啥生了偏没多。军属上当了上偏个多，